继续来看新北市新店一个男子住伫个高级的主题区，伊透过交朋友的软体，甲2个日本的查囡仔讲好势，要做伴来佚佗，甚至参性交易的技巧嘛拢讲妥当啊。但是2个日本的查囡仔到台湾了后，这男子并无照约束加钱互人，甚至共软禁，事后佫共骗钱骗14万。被害的查囡仔通报着警方，代志才来曝空。警方已经抓到人了。 甲移送法办。电联帮震动的声源双手封口起来，互警方互送出去援救。今日头前涉案嫌犯竟然涉嫌诈骗，佮甲日本的查囡仔软禁。2017年，伊就捌用假钞票共调包趁千外万，互警方逮捕。如今佮犯下互台湾佮日本拢真条件的案件。当时无姓嫌犯就是将2人带到这间高级住宅，不仅限制他们人身自由，而且还骗色又诈财。大概那时候好像有看到不同女生来到提拎的那个行李袋，对，但是他来干嘛我不知道。 就常常有那个女生，但是有一些固定的，对啊，会很年轻的，对，就大概30几、20几岁那个。代志都发生伫8月7，台北市新店区花生路一间高级的主题区，当时涉案的查甫人用交友软体，甲2个日本的查囡仔讲好要做飞机游览，甲性交易的介绍，佮带因游山玩水，严格无照约束付钱互人，甚至佮将2个人的钱袋啊、甲护照没收，甲因软禁。 3天后，将物件形印，甲因送去到机场。其中一个查囡仔发现减14万的新台票，受去报警。没有，他是说那个在日本做那个外汇的，算是说他做外商公司赚那个汇，他都跟我说赚那个差价汇率。他跟我互动是正常，但是他的动作是比较。 扩错了。台湾交流协会也随伫官方网站顶管打出特殊诈骗案件警告，提醒日本人若要出国做散工，一定要爱特别注意，较袂防骗。如今涉案嫌犯红移送警班，后续是10万块交保，限制住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